新聞頭先來關心北非的摩洛哥是傳出閣有建築物熊放起，至少造成14個人死亡，6個人受傷。這款代誌是當地半冬內已經發生第二件，這牢固建築物的安全閣再受到關注。搜救人員搶時間，在土石堆當中找找猶閣活的人。離摩洛哥首都拉巴德東邊200公里的第三大城費茲，日一半暝，一棟4到6層樓高的建築熊放起，因為附近人真多，相關單位趕緊撤離民眾，有防進一步發生意外。土石堆當中有人是重傷。根據當地媒體報道，倒去的建築真舊啊，是中世紀80年代起的，已經有40多棟的歷史。救援行動直到日時才結束。費茲是摩洛哥真有名的4大風城之一，也是西元8世紀的首都。予人講做是西方的麥加，甲非洲的雅典，保留中古世紀的風貌。予聯合國列做是世界文化遺產，區內有超過9000條巷仔，會當講是全球上大的迷宮。也毋過嘛，因為城市真舊啊，建築物有安全的記錄。2005年12月，同款佇個費茲也發生2棟4層樓高的建築接煞放起的意外，迄當陣造成上無22個人死亡。放起的原因是違法閣搭起哩，也若放起進前，建築物已經出現空棚。迄當陣摩洛哥官方就講，國內攏總有要4萬棟建築是有放起的風險。也若日這件事故放起的原因，檢察官已經介入調查。公視新聞，景元慶編譯。